土色嘅人講，美食冇界限。不過對參與美食嘅人來講，食係充滿族群界線嘅活動。食材、料理方式，透過人同人嘅互動，探過民族嘅界限。表演腳瓜刺地嘅內衣部落，半世紀以前對內沙海水頭嘅個體曬脫交通利便嘅河巴神。八八風災之下，第四個大嘅內衣部落受到嚴重傷害，無可歸嘅族人不願重新安置到河巴對岸嘅平洋上。新嘅內衣部落第四個平交通利便，直接同漢人變做連沙。相畫嘅生活空間也產生新嘅對話。樹頭係其中一隻重要詞彙。往擺冇按過買得到嘅山山，一下視察嘅10分鐘就買得到。樹頭係頭殼，第六對最接看得到嘅係柏樹頭。樹頭嘅外表平凡，唔過因為豐富嘅營養，變咗有效嘅傳奇食材。一下還加係各部落用來推廣原住民料理嘅食材。講到樹頭料理，點樣路上最有名嘅係泰雅、阿美。排灣族嘅壯陽勇士堂，6對客莊嘅看法同布農族相像，更以看作布種人類嘅滋補。不論男性食也係女性食，大家講嘅又係樹頭同神食嘅聯想。這個是第3。樹頭係排灣族傳統嘅主食之一。喺傳統文化地帶，樹頭係牽有生命力嘅食物。因為以前的老人家都沒有去公司啊，種樹做這個曬乾的時候可以保存1年、2年、3年。都可以保存下來，就是要煮湯的時候就拿來煮湯。南沙花屋家嘅樹頭園，喺高雄嘅世界太出，過到一家人嘅都市同收費。樹頭唔是打農藥，唔是拍草，唔是葉皮，時間多誒。就會生出毛濃濃嘅頭夾，地表嘅樹頭嘅安分水的木，大枝夾夾嘅形象，地部落代表多子多孫。這個醃肉只能放鹽巴跟那個芋頭粉，就這樣這2種而已。這邊排灣族只能這樣醃肉了。醃這個肉，天氣比較熱的時候，你差不多10天就可以拿來煮了。天氣比較冷的時候，會差不多半個月。蒜肉係部落用來幫樹頭嘅經典組合。樸實嘅澱粉用來吸收肉味嘅甜。
皮盘嘅纯肉，做得帶出薯條嘅香。薄過嘅薯條攞一些薑麻，再將滷一幾下禮拜嘅3層純肉，跟薯條嘅鋪上去。爆解一下，純肉變熟嘅，切咗一口一塊嘅泰式，過一擺變成鍋嘅地步。食煮嘅時節，愛有湯，也愛有飯。有飯，也做料理就會加強出嘅意思。小米做粗帶，看季節同供應氣候，變一搶菜。舀舀饭的主语，我们部落这边讲是南那人，以前山上米比较没有，这个芋头粉就可以拿来做这个饭。因为这个芋头粉没有味道，因为花生这个东西比较有香味啦，你加了花生才会香。油油飯嘅辛苦，來自對飯粒嘅放屁。一鍋水，薑一烏嘅粉，再用鍋鏟鹽挖乾。水煮滾過後，薑下一盤黐黐嘅芽菜，內內外外用心煎攪。喺講書係唔每樣，就跟慢前做起嘅功課，再補一乾。水分蒸發，對湯變做奶，最尾搶乾。也是飯頭粉，數印來一樣，一出用二頭肌做出嘅料理，太公高深。雖然好食油油飯，但亦係好食薯條湯，係部落嘅常態。部落地區嘅薯條有深厚嘅文化記憶，係大家平時會食嘅，也係一種商品，做嚟建立人同人嘅連接。偏偏好食薯條嘅內部客人，自家雖然唔做，唔過也地要來部落錢。來自部落嘅薯條，喺客家中受到大家歡迎。肉喺薯條同地位不話綿綿，喺客中同部落共享嘅好美食。唔過部落過後滷肉嘅發酵美食，客中過後煮烤嘅膠質。
许多主卡摇枪嘅树头，天然下嘅胜利来往地背，闹热渐渐。如可县嘅草面外，天内埔天后强盛，买30人嘅树头主卡，因为土地证书，将使到新店面，草面外买嘅树头主卡，天内埔做嚟讲无人唔知。而料理树头猪卡真简单，基本上水猪棍，放入4枪嘅树头，10個嘅豬肉，攞到樹頭別開，豬肉軟嫩，湯色混混就好食嘅。树头排骨汤其实唔会怪难，只是伊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煮。煮卡排骨先汤锅，本伊的血水先就系唔好有个香香的味丝。头个洗好的，愈吞煮卡排骨量的加落去向下煲，啊用细火慢慢的煲。树头排骨伊有一个很特别的香味，伊要有猪卡排骨的油脂，咱可以煮出树头的伊个特别的香味，也个爱60个人能吃。做法简单嘅树头猪卡，还有几道思路，至少煲3點鐘，本简单嘅食材煲出濃濃嘅精華。加入芹菜、蒜頭提味，搭配泡胡椒粉同土家混醬，透過一道香料，講出一簡單一功夫嘅道理。陸隊嘅客人很用嘅愛到樹頭嘅料理嘅，有人談係人客文化交流嘅結果。唔過做嚟確定嘅係，喺部落發展嘅樹頭產業，豐富嘅見表現客種嘅飲食。從觀光客嘅角度嚟講，台中東市嘅太毛埔係同向太石山路向嘅一隻小莊頭。對19世紀開始，太毛埔就係客人開山打拿嘅最前線。喺開闢嘅過程地帶，族群之間發生嚴重嘅衝突。為咗提下生存，客人建立防禦功能完整嘅莊頭。龍神山水記仍是太毛埔嘅長寮信仰，盼到今已經第4年了。對任何一隻百年傳統嘅儀式來講，已係太後生。不過太毛埔基本上，任何嘅儀式有適有嘅簡單嘅開始，將有好百年。龍神以許多山鄉，以數據風水，本一隻莊頭對於間廟基建物開始，變做一隻莊頭。
同中央嘅可以无共用嘅係良性山水之，帶有團結基民同教育後台嘅意義。他們在探索教育中已經很深入的了解大茅埔的歷史，借由這樣子的一個課程堆疊，今天來到這邊做志工服務，請我們大家。採啲學生嘅，我出自家嘅四季意象，我做廟嘅，我做橋嘅，我做寫人嘅任何想象。第一頓加冕後，副會王也出巡。50個由寫人嚟擔任四季嘅泰神開路，以下8個信徒等等。上市青苔，很多黑黑嘅紅龍。頭擺只有地方頭人做得功課，不過喺良性山水之後期嘅居民講起口，體擺同信仰安檢。順過西洋，可從天邊天將同天馬1年來10萬數個鐘頭。攀過山，王爺順良土，保佑蒼生平安。羌、柏、竹、吳、土5色，分屬東西南北中。是當紅下10年，誠心誠意向水里8公禀告。自船帶各種風水嘅風蠟，在烈水陣風就千人，也靈感來自第一個加接公司。咱東西高接味嘅溫蠟，吼，按古原本嘅蠟唔係用石蠟，係用硼蠟，吼，用硼蠟嘅話，天個天然嘅，吼，所以因為天然嘅關係，都冇講污染到水源，吼，所以咱用安尼方式來做。你啊，自船變落去啊，吼，咱嘛個有地點無間太夾，間那個自船收起來，收起來了，咱會個浸一個紅葉，同樣天太夾個花片安尼。水準神，自船方點面站蠟燭，順人水準，順個鐘頭，
伫无所多嘅水準地步，三等點點火光。行業深度本身就係一件危險嘅事情。天然看整體嘅年代係安尼，對前山上河面時嘅市場圈來講，也係安尼。你初底有動物黑，總係細妹啊哦。看到就驚了，看到人驚佢就做好咗咯。有奇怪，總係細妹，總係細妹就去啦。細妹對不着佢唔太啊。他嘅險熱三哥，後生嘅時節是帶着電視節目上山落海。哦，我哋細漢哦是今後做嘅棚啦，做嘅下，點嘅黐妹嘢啦。細人嘅時節，你講山上啊棚底啦、下啦、東道啊，啊是開始要學要做安尼啊。喺觀眾心目中，三哥總有講唔透嘅潛移默嘅冒險故事。一下，三哥有寫嘅，書腳冇人流量，喺烏角附近嘅細河壩嘅釣魚嘅，已經算係堅壯出擊嘅。哦，雖然食材冇頭擺按抗壓，不過三哥還係專長用抗壓嘅方式料理。山下地尾作到嘅獵物，有的做嚟泡酒，有的做嚟做雞。泡酒頭擺天時撲到嘅，做雞係頭擺看到。雞係東市人特有嘅食物。大部分係豬肉、雞肉、魚嘅加工磨蟹，係一種拿生肉來滷嘅食物。熟成過後，做得比較實。家子阿媽去家阿媽啦，要滷雞啊，啊是往擺山後油打到山椒啊，啊不較曉個椒，啊是阿媽見要滷雞，我爸見要滷，啊不要滷，按照學起來。雞因為製作豚食嘅方式夠特殊，相應用獵奇嘅目光來看，成為東市最接本人講起嘅料理。從頭本人拿來同人出名嘅大麻麵、喜lau相比，分析做法差別。啊，你正山豬，一般是山紅的豬，該是正山豬。牛肉啊買的啊，也較有口感，較牛的，較有口感。愛該老人家食較大牛，啊所以菜唔切。唔過實際上，如生肉喺客人嘅飲食文化度，其實唔會成分。客話講鹹雞，我哋話講雞是雞，睇啲係拿生肉來鹽滷，發酵保存。睇到衛生觀念嘅改變，如生肉已經改成看到嘅，同時還保有對雞嘅熱愛。市場地位還買到10.5雞。跟豬肉雞，唔過東市嘅雞係有特殊嘅地方。
同时嘅嘅加入透视风曲，形成特殊嘅色水同风味。切较泡个水啦，你见种啊饲法，伊盐落去卤，盐会血水盐会出来。哦，这样一层，好，这样好，再一层这样放，这样冰落去呢，一盐一盐。酱油切细块，唔系清香薄内。压太较盐，本肉脱水。3日过后，肉会揪起来。当怀念个鸡啊，嗰度放椒啦，哦，椒泡啊，哇，当好。加入芋头丝、凤曲、糯糯黏黏，本肉热味，两种冷上拳，松好强烈，再放嫩拍质，为了避免污染，米酒系最美一只清洁舒适。细个树，也细个硬诶，一只悠悠长长的铁棍，一只细口硬，将食材对细细口伸入去，拄到发发嘅硬嘅带，用吉普菜来形容鸡嘅制作，应该很做得。带骨嘅鱼诶，更难食，只好用高发嘅硬嘅撞，鱼头弹嫩鱼面，伫硬嘅地背盘喺几下钳。最尾多以米酒，本地位无空气，点点等5张热，等米丝。都一盘切成插同罗姜，係雞嘅標準食法。像啊，恁抗因来，我南姜嘛啦，盐杂啦，咱是酸刺啊，安尼都可以配合好一些。啊，嘅原住民啊是。切碟安尼食，啊无就叫落去用行。嘅原住民啊，叫雞哦來行嘅當有些。阿三哥享受山那嘅恩情，也享受前人嘅智慧。愛講雞嘅米是樣嘅，愛靠各位自家嘅嘴道來品嘗嘅。對清朝、日本時代到戰後，有良好戰略威懾，又有自然資源嘅復興，一直係國家統治原住民最重要嘅行政同軍事基地。喺部落同統治者之間爆發很多衝突，睇到各家嘅腳步，為了查詢、腳挪、連入來嘅漢人，睇到太漢海一路上來到也建立貿易中心，建立總頭。也同泰雅族人做生意，衝突嘅人去過去嘅，連沙之間又會交涉，相互最接交流嘅，代替係提山那生活嘅智慧，同創造好美事嘅原則。山那係應用認識嘅地方，不論人語言、信仰、文化。成長體族群各界嘅宗教講，從細就同部落嘅太陽沙去神山神行。
这个一定要弄紧一点。这个番薯啦，还加一点那个米坑，然后再炒一下，再用火烫一下。以前传统50年就是这样的，很香的。不管虾子啊什么。山啊，都个鹹水鹹鹹，等陣捉嚟鹹醬，看做嚟怪機面唔嘅落度麼？吳志強教中州講提山那生發嘅知識，一支多馬一吸氧，同祖先嘅智慧，就做嚟提太自然地被變出好米線。这个一定要放半天的。半天哦。这个时间放早上差不多6点去收咯，会满满的。这样现在这个鱼就在睡觉，不出来，一定在晚上会出来吃。1米、2米，確保見邊亦唔會空度。2隻男嘅人，慢性期待多咗獵物。嘅不論體色品種，有冇乜會聽同。用早做嘅起火，再用持續嘅做鑊，裝到水，再冰入5嘅，最尾用拍花葉，盡嗰嘢食起來。一趁陽升天，就看唔到嘅利味度，香味慢慢地走出來。日頭會落山，那把就要進盤咧。熟做嘅做快嘅，時間也差唔多嘅。燒落嘅水對做嘅烹調出來，最甜嘅料理好食嘅。其實拍花講，也就係一出15嘅。唔過因為處理器材，見面15嘅也帶有足嘅，跟拍花也俾面試。很香啊！我创设是用的，我创设是以前没带的啊。我是伫个台北，嗰是我出生地，50年咯，使到改不去。使到改不，我爸就天去国内用的。我是57年出世，我妈妈是按照了。隔壁个部落个小屋那个伊个部落益盛村那个，我爸爸就去个大家看到就要相爱用拜叫做来土船那用的，土船那了就了3米也不用的，都了定居用的。阿爸喺客家，阿妹喺泰雅，漳州講來回客莊同部落之間，佢個山上店，佢個泰雅傳統，也佢個客家傳統。不同嘅飲食文化，又有傳承融合嘅使命。阿爸嘅思路雖然講唔得體熱，不過自然係客家料理嘅方向。客家草原嘅故事談青島。一出透乾、用嘅芹菜、豬肉，也就生意組合炒出來嘅料理。唔過因為話鹹太鹹，漳州講純粹擺嘅就係芋頭乾，故所以此人也用芋頭乾來炒。
表现菜的特色同真实经验。一般来讲，客家炒肉唔可以用虾米同蒜头添香。不过漳州讲安尼做，唔会改平常，但系也唔会改爽。马狗伫漳州讲阿妹嘅泰雅文化地位，特别成绩不断，推推相传。客人嫌伊山福州，毋过马狗喺藏科，福州喺福州科，两者连远方亲戚又唔系，讲食材一些，就系运用嘅香料，对，一些盐，一些马狗。做得应付所有的食材，也带有野性的调味，唔是调适中，屋神总有一头，一啲当然容易打字。吴志强系部落嘅耆老，同漳州讲嘅阿妹，从阿姐同老太，来自河洛庄嘅家位，变做吴太太，山方嘅神法佢吃人。两公婆来录养起嘅神后，菜蔬马狗。马狗有本公嘛，公嘅果子过细，黏唔实；马嘅果子饱满，风味清足。面前嘅一夫两妻，真是系多子多孙。马狗嘅菜蔬要用出产嘅方式进行。将长长的树帕锯下来，留下团面上后，赋予马狗嘅辣味，也嘛证明马狗生命力嘅强韧。迅速设计了入菜，吃香醇也价位，作为关系也强烈嘅美食。以前40年代那时候，自然从缝里面出来的水。很干净，就直接稍微敲一下，差不多像这种可以的，一个汤匙敲，有生姜也掺起来，放点盐巴，很解渴。以前山产肉啊，都是加这个，口味非常好，每餐都一定都有这个。啉酒还是大人咧当嘅主意。你当诶，泰雅话迄单啊，就系讲，也书包行嘅尖呢，连调诶又唔敢踏。我们的泰雅族叫达纳，也是跟马高一样，他们两个是息息相关的。山产之类的鸡汤不要放太多，跟马高差不多一样的料理法了。这个传统这个几百年在我们台湾岛原住民的部落，一定要野生的有的话就是要保留，它这些开花自己会落果，你以前是没办法栽种的。这个辣度又够又香。你当诶同马狗共样，上到唔单样嘅路程，相似嘅时节出记一些。新鲜嘅马狗係長色，可以一粒一粒從樹帕摘下來，一粒一粒爆碎嘅果子。講究嘅人，我敢低頭托槍，
吴太太讲：马狗，我建议催眠，本人点唔落数。马狗丰富精油，有舒缓神经、同抗药物嘅效果，舒缓嘅身体，同平静嘅心情，做到本人83日3夜。处理呢當嘅，出過簡單嘅，跟蘇帕、健身團、洗澡保順，重點就係唔好本減呢速度。對樹下多火茶神，松樹還係白毛田。上个这个嘛高妹的，啊，不kun这个么这个嘛给入味呢，手干不嘞？啊，ini是kun这个是。你看一下。哦，也是个个呢，dayel 呗，也是个手干不嘞？哎呀，知道了。要是是的，是我也了啊，是我也了。我也是米。哦。第三那度成法，勞動過後最幸福嘅，就係一碗瘦碌碌、高熱量嘅食物，簡單嘅泡麵，表一些麻糕、清咖米。那個你講呢？麻糕有檸檬、香茅嘅香味，也像辣辣嘅醬。用米酒同鹽滷過，米氣就會走出來。用麻糕行肉，準備起來有一些麻煩，個用炒嘅也做得，含加高適應傳它嘅形態。马告用来讲啊，其实一种佐料啊，看你用乜配合用乜食材用去做啊。比如讲炒嗰種嘅山中肉，以前叫做種烤嘅啊，到時我見看啊，哎呦，沒辦法啦嗬。我想講，你要到底要來突破一下，咁樣嗬。啊，到就按照客家嘅漢人嘅料理啦，按照部落原住民料理都結合用嘅。蒜頭炝香，加紅辣椒。山豬肉快炒，切一些芹菜，起鍋幾下，攪熱滷好嘅麻糕，一陣清香，帶出山南米絲，係同樣熟悉嘅米絲。講起芋頭，又唔係人哋講嘅芋頭。幾邊講嘅芋頭，其實係講芋色嘅樹頭。細細粒嘅芋色樹頭，係高能天氣，當然10月、12月做得採收。真正的代表作來講，按照原住民的，你講食物嗰種嘅黑豆吼，佢一年生的種啊，佢咩講按照芹菜種的肉啊。哦，這種可以講到原生種啊。原生種來講，它產量很少啊。應該話屬於白田啊，應該屬於白來講，佢就清少啊。啊，這些講佢對身體嘛真好啊。黑豆豬腳出來時陣啊，佢就可能就會感受到以前佢就有現辦，啊，會有點懷舊的感覺，有沒有？你當嘅芋頭豬卡，算係漳州講嘅代表作品。親切接待泰雅同客家嘅人客，跟10個嘅豬卡排到鑊底，需要浸過肉，再俾芋薯頭，一開始嘅點心，睇能水煮滾，也開始必調。芋薯頭喺鑊度調上跌落，跟米絲會飆出來嘅。
大家料理嘅常用香料，客家做鹹皮香，融合漳州個認同嘅美食經驗，喺客莊同部落之間來回，用也嘅素意結合來到多樣福建同大海嘅各項食材。因為共同嘅歷史，族群之間黑白和樂，黑白充滿矛盾。唔過我哋應該會承認，比起語言、信仰、血緣，飲食文化嘅差別係我哋最好冚過嘅邊界。調翻咗行，薩摩係唯一嘅主角。当年高春新对联，聪明雕狗满山遍，精密做饭瓜子筋，养成故意后四天。立下梦中树相连，寒天寒爱蓝一天。